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 Hot Keep。嗱，隨住深港通嘅系統測試啟動咗啦，唔少投資者咧都憧憬住深港通會為中港嘅市場咧帶嚟一啲嘅機遇㗎。咁啊，近日喺市場上邊咧都可能見到少少端倪㗎啦。我哋今日好高興請嚟華夏基金香港業務拓展部嘅總監 Vincent 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Hello，Vincent 你好。嗱，之前7/1咧深港通就未有確實嘅時間表啦。咁但係咧有個講法就係話9月好可能就可以成功開通㗎啦。咁究竟點解會有呢個講法出現嘅咧？咁啊，睇翻深港通嘅測試都相信都陸續完成啦。不過老實講，具體時間咧都要睇翻呢個即係監管部門啦，同埋呢個即係交易所方面個準備情況啦。我知道最近有一啲即係券商可能有講啦，有講話可能9月份會開通，但係始終我諗兩樣嘢啦。第一，佢係公佈嘅時間未必係馬上會開通嘅。咁所以講緊我哋即係如果無論你話即係8月份公佈又好，9月份公佈都好，咁我哋預期可能都係會係第4季會實質去實行呢個深港通嘅。咁我諗最主要原因即係我諗個講法話即係短期內會有啦，無論你話7月好9月都好，係因為而家其實滬港通個額度咧都用得七七八八㗎啦，喺南下資金方面。咁而家我諗佢個額度使用率大概係75-76% 度。咁所以如果以而家最近即係個資金流向嚟睇咧，其實咧個南下額度咧其實好快都會用完，所以其實市場都會預期即係深港通公佈嘅同時咧，亦都會同時公佈滬港通嘅額度會擴大嘅。咁另一方面啦，大家都好關心資金流向嘅問題。對於北上資金同埋南下資金，你預期邊樣會多啲咧？咁啊，睇翻而家即係滬港通嘅資金流向走勢啦。咁其實最近嚟講，即係今年嚟講啦，其實都係以南下資金比較多啲嘅。咁而家嚟講，南下資金大概係使用咗個累積個額度咧，即係2500億嘅大概75% 度。咁所以其實尤其是係呢2個月啦，即係講緊5、6月份咧，個流入速度都比較快。即係講緊2個月流入嘅資金講緊係200-300億嘅人民幣。咁所以變咗其實相對嚟講咧，個北上嘅資金係相對比較審慎啲。咁尤其是你睇翻其實6月份啦，6月份其實都有好多重大消息啦。咁其中一樣咧就係 MSCI 即係最終就決定冇加入 A 股。咁佢亦都令到咧其實資金可能就會相對喺投資A 股方面會比較保守啲。咁調翻轉咧，因為港股其實相對喺過去嗰年咧都比較低企啲。咁而嗰個估值水平咧亦都相對比較低。咁而家睇翻嗰個即係市盈率啦。咁而家港股個市盈率嚟講大概係10倍度，咁啊如果講緊係國企嘅市盈率，國企指數嘅市盈率大概都係6倍度，咁所以其實即係國際資金可能都相對覺得港股嗰個估值水平比較吸引啲，咁啊所以其實你見到過去嗰2個月咧資金流向都係以南下為主，咁你睇翻譬如深港通咁講緊可能第3、第4季有機會實行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都預計呢個資金流向會持續係呢個趨勢嘅，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南下資金咧相對會比較多啲嘅。如果深港通咧成功開通，有邊啲嘅股票咧會被開放咧？咁我哋有冇啲值得留意嘅板塊咧？咁啊，首先講一講會開放咩股份啦。咁睇翻其實上次滬港通嚟講咧，咁啊開放嘅股份最主要有3個部分嘅。第一就係 AH 股啦，A 加 H 股，即係意思即係話香港同上海同時上市嘅股份啦。咁兩邊都會開放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喺港股部分咧，就有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嘅股份啦，同埋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嘅股份。即係換句話講，都係一啲大中型股份為主。咁啊喺即係 A 股方面啦，即係 A 股開放俾港股嘅即係香港嘅投資者咧。咁啊，除咗 AH 股之外咧，亦都有呢個上證180同上證380嘅指數。咁基本上都係大中型股份為主嘅。咁所以我哋預計今次深港通開咧，其實開放嘅部分應該係會以中小型股份為主。咁我哋預計啦，就係除咗即係我諗我哋 AH 股方面繼續都會開放啦，即係包括喺香港同深圳同時上市嘅股份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港股部分咧，我諗係上次開咗大型股、中型股，咁我哋估計今次咧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咧有機會都會開放嘅。咁調翻轉北上方面啦，北上方面我諗而家市場普遍預期除咗 AH 股之外咧，都係一啲深證成指嘅一啲成分股指數啦。咁基本上大家知道啦，其實深圳嘅股份相對於上海嚟講咧，個估值水平嗰個規模嚟講係比較細啲啦，相對於上海嘅股份，同埋都係着重一啲新興嘅行業為主嘅。係一啲可能科技啊或者新能源啊等等，咁變咗咧就其實我哋會預計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如果開放咗深港通部分咧，咁其實投資者其實係值得留意，即係開放呢啲股份嘅板塊，即係包括啲新興嘅經濟板塊。咁呢啲新興經濟板塊包括啲乜嘢咧？咁包括例如消費股啦、醫療股啦、新能源股啦、科技股啦等等。咁呢方面咧，其實我諗都會喺開放之後咧，亦都會有資金去流入嘅。
咁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係即係港股部分定係 A 股部分比較值得投資咧？咁如果純粹以估值水平嚟睇咧，咁啊港股而家相對整體個市場個估值水平相對比較平啲啦。咁所以再加上資金流向最近都係以即係南下資金為主，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嚟緊咧都會係比較多嘅資金咧係會嚟到港股市場咧去吸納翻頭先所講嘅一啲板塊嘅。好，唔該晒 Vincent 嘅分析，多謝大家。